风台一来菜就会起价。云林西螺果菜市场这几天货量就减少1成到2成，平均的菜价是维持伫1公斤45块左右。早起有真侪农民赶地收菜叶类甲龟类的菜色风台扫甲真严重，雨水搁多。西螺果菜市场就预告讲菜应该会贵1阵仔咯。 云林有农民透早就落去田里要采收印龟啊。农民表示讲，这几天风台天已经是连续几多天落雨咯，这印龟啊上惊浸着水，趁即马赶紧去采收。对，碰到水就会变成它的那个局部就会烂掉，一烂掉就整个就没办法那个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是趁着梅雨在。对，趁着梅雨赶快采收，否则怕下午会下大雨。 还有种菜叶类的农民，透早3点就出动真侪人落去田里买菜。农民表示讲，最近这天气不稳定，菜色管理若搁再碰到风台天，这损失可能会真大。这阵子都这样子吧，一直落雨菜，产量一定少的啊。会不会抢收？就是下雨天这样。多少位啊？无菜害啊。 西螺果菜市场表示，最近受到气候影响，菜色整体进货量只剩700多吨，比进前一天预期伫咧900吨以上，减少2成。目前产地平均菜价1公斤45块左右。若经过抢收了后，下一段时间冷芳，如果这菜价会阁起升看。另外，预期是慢慢会一直上升啦，一定会突破50块。 为了要避免这风台雨，和高坑山区发生水崩山，云林县政府大型部署大型机具，还有移动式抽水机等准备工课，希望有灾情传出的时阵，会当第一时间抢修，甲灾害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